何笃林，郭敬淳。好，今天邀请到2位，也不算新人啦，当然入行7、8年的唱歌好手，唱将型的，而且我超佩服他们这种就是过关斩将上来变歌手的，真的超实力派的。真的好，欢迎的是我们江明娟，好久不见。哎，以及黄文熙 Hello，大家好。歌手也是男主角，哎，2位都是超级偶像哈，那是怎么会想去参加歌唱比赛？其实这个是我老婆帮我报名的。哎，对，我老婆帮我报名。那时候是你女朋友吗？我记得我那时候28岁，对，然后他就觉得说我很爱唱歌这样，因为其实我只是把唱歌当兴趣了，从来没有把它当做是想要把它当做是一个未来的一个事业要经营。那个时候是女友嘛，对不对？对。所以他是在听到你洗澡的时候就觉得说你应该报名参加，还是每次在 KTV 都觉得你唱得 KTV 啦好好，KTV 啦，然后他的一些亲戚朋友都觉得我唱歌还不错，这样，然后觉得为什么不走这一条路？我说没有啦，这个歌唱我们只是当一个怎么讲兴趣而已，我不会把它想太多这样，因为尤其是我是南部小孩子，那南部小孩子的话就觉得说，就电视台都在北部啊，就感觉上好像是遥不可及，遥不可及。然后小时候在那个电视的框框里看很多歌手在唱歌，当然会向往，可是妈妈都是很爱泼冷水这样。可是你没想，哎，你是屏东人嘛？是，你们屏东出很多好手哎，是真的。然后报名了，然后我那时候我老婆帮我报名之后，她是偷报名哦。对，然后隔天就跟我讲说，哎，我已经帮你报名了。说啊，你干嘛要报？我说不要啦。他说我都报了，你就去试试看啊。那我想想也好啊，没关系，那就去当是自己一个回忆，就是也没有想过要过关斩将之类的。对，那没想到就一直，我觉得也蛮幸运的。然后就一直也代表你真的能唱啊！我想知道是说，老婆偷偷帮你报名，但是你其他的家人呢，爸妈、大家亲友知道说你要上电视比赛？不知道啊，我妈妈，因为我知道我妈一定会反对啊。我妈就是那一种，你可能跟她讲前面，她还没听完，她就先泼你冷水。她说啊，不可能，不可能的，轮不到你啦。她会觉得这样，比较保守。她觉得轮不到你，那她希望你做什么呢？她希望我做一个，她希望我。工作稳定就好了，不要换来换去。哦，妈妈比较不要不切实际。对，对，她觉得这个是很不切实际的东西。那妈妈什么时候会改变态度支持你？我记得还是你每一集她说啊，这集你领戏，你领戏。你救场了对吧？没有这么狠呐，没有，我妈妈会知道是从我记得有一集第三没有，那时候才30几强20几强第3集的时候，他们的主题是说选一首歌献给最亲爱的人，那我就选了一首贺一涵贺大哥的《妈妈掐你当天》，然后献给我妈妈，然后那时候我姑姑有看到，是我姑姑看到，然后她觉得奇怪，他不是很确定，他觉得这个是不是文心啊？然后他在看我的名字，他才知道说确定是我。然后他打电话跟我妈说，然后我说，我妈那时候其实还是反对啦。她说好，我们这样好吗？你这样不好吧？然后一直到了我记得到了10强。你先唱一下，唱2句。妈妈，请你唔通听，唔通为我心痛定，有一日。我会比着好名声。哇，你进步了！哎呦，林娟，太久没有听我唱歌了哦，太久没听他唱歌了。可是真的很难唱你唱这样，你妈竟然会否定你。妈妈她其实不管你做的很好，她都会觉得说你还不够，因为她从小给我的观念就是这样，她是希望你更好。对，她不会去。很刻意的去包奖你，是传统的台湾爸爸妈妈但你做错一点点小事，他就会说，他就很严厉的指责你。我妈的个性，应该是说那时候而且又是南部的乡下，他们的保守的观念。那就你比到最后，他有没有开始也跟你紧张起来了？有啊，他其实后来一开始在慢慢就是姑姑讲完之后，开始每个礼拜看喽。对，每个礼拜看他就。我都是抱着很紧张的心情，这样。有时候就是说不可能都那么顺利嘛。对。有时候名次有上去，有时候有可能会掉下来。对。当他看到你有掉下来的时候，他会不会也很沮丧？会说我卖币啊，等来。不会啊，他就是说啊，怎么会这样？
父母亲一定会说啊嘿像啊，唱得不瓦好啊。父母亲都这样嘛，其实你都唱到北半奇怪，因为分数怎么会这个样子啊？那个谁也没有唱的不怎么样啊，你就知道妈妈打从心里还是最爱你。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有鼓励的心在。对。那我也是到了10强，我才觉得说，哎，我就想了一下，我就觉得。28岁之前都很浑浑噩噩，然后工作一个换一个，那我觉得我是不是可以把歌唱演艺圈这条路呢，这份工作当成是一个自己的一个事业，去好好的经营它。是，对。接下来是明娟，明娟是第4名，第4名，你是台东卑南族。那你是谁帮你报名参加的？我是朋友帮我报名的，就是他想要去比赛。他说我要报名，你可以陪我去吗？我以为是带他来台北录影，就是摄影棚比赛啊。结果我带他来的时候，然后工作人员就交给报名表，我说我没有报名啊，然后那工作人员就把我的报名表丢掉，然后骂了一句脏话，就是，那你为什么浪费我时间？因为那时候报名的人是超我第一届是几万人在，好几千，然后我就很生气，可能也是赌一口就捡起来，我也骂他，比就比嘛，这样，我就进去了。就这样子啊？就这样，是为了赌一口气，然后就因为你被骂啊。我觉得当初我进去是我的职业，什么意思？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们的职业是各行各业都能参加，对，所以超我的第一届各行各业都有。我的职业很特别，各个行业对的高手。对，我觉得我应该不是唱歌好听，我是职业很特别。你的职业那时候是什么？甘地。就打高尔夫球，你要帮他们背球。就甘地也来参赛。那黄文兴，你那时候职业是什么？我那时候是生技公司的仓储管理。哦，高手都在民间呐。真的。结果明娟这一次好了，你原来是陪人家去比赛，陪朋友去的。对。啊，你朋友有入选吗？没有。啊，后来感情就不好了。真假的？就友谊的这条小船很容易就翻啦，对不对？我叫你来陪我比赛，结果你入围，我没有入围。没有，你知道接到电话当下完全不敢跟他说，我有进哎。你知道就在开车，就当天半夜就接到，我想说怎么那么快？然后我刚好载他回家，我就挂下电话，我不敢说我进了，我就继续开车送他回，就是送他。可是那个心情很复杂，对，因为不知道继续要不要，因为是他是一直在参加比赛，一直很想进。那你在开车送他回家的？我要是开回桃园的路上就接到电话，哎呦，然后实在挂掉之后，他说谁打的？没有，就放了，都不敢讲。啊，还好你车上没有蓝牙。但是他总有一天问你说，你有接到电话吗？后来是本来我们要比赛了，可是那时候工作人员可能也是因为职业的关系，就一直叫你打电话叫你去。对，我其实刚开始没有想要比赛这件事情。即便他们通知你了，你还是不打算继续比。对，刚开始。不是，那你的朋友也会问你说，你到底有没有接到电话？我都还没有接到呢。他没有接到，一定觉得我没有接到啊，所以他没有问我任何。所以他都没有问你，直到他看到你上电视。对啊。然后，那你真的很不够意思你前面第一时间不敢讲，情有可原，事后就很难解释了。我那时候只是觉得哇我那时候刚好满30岁，我没有参加过任何比赛，就觉得哇我还蛮厉害的，我第一次就可以进的感觉，然后就说好去比比看，反正也不会有太大的那个，应该不会太前面，没有想那么多，结果就一直进去，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你后来怎么面对他？你是从此就没有再见面，电话也都没响过？有，他刚开始前他第1集看到之后，他第2集、第3集还有很开心的来帮我拿那个加油牌。是哦。他有没有问你说，我要问你，为什么你有入选，我没有？我想半天，你也不适合潜规则啊。我不知道好像反正他抄我们要潜规则啦。啊，对呀。所以其实明娟心里面有想说，大概第2名嘛，是安内你啊。他超贱的。那时候我要怎样？他一开始啊，我听他唱台语歌，我就跟他说我超喜欢你唱台语歌，因为我觉得可以把台语唱很好的人很屌这样。结果他一直唱国语歌然后他就一直唱国语歌，后来到了决赛的时候，我说。你真的很贱现在都选台语歌是怎样？他说台语歌才能够得名。有策略的，对，他有策略的。你比赛的哪首歌？台语歌？台语歌，我那时候我记得常唱就是唱布袋戏的歌。
因为我跟人家不太一样，就是大家可能选苦情歌，那我唱很多都唱荒山亮老师的布袋戏的歌，你听听看好不好？好啊，那我随便唱一首啊，因为也不是比赛那时候，不要太用力，轻轻唱，随便。无心剑在风中，涅槃光世潇洒勇，千缘温幻化与激动，黄昏白雪打破苍穹。无心剑在风中，天地有所你有用，千下千红万古看吉祥，一波动。黄文清，我真的觉得你应该要去大陆参加一些好声音的比赛。真的吗？我觉得我还不够，我觉得大陆好多都好厉害哦。没有，你代表台湾是有台湾的特色。真的，明娟，你觉得他这几年有进步吗？有啊，他进步超多的。真的，我都偷偷在练，都不知道。明娟，你当艺人的不能就一直在那边，我们一定要去充实自己。你现在这话是针对谁？我。来，明娟这几年有在练吗？没有，都没有练哦。其实你毛那哦，唱歌你要像那个跟朋友讲的一样哦，没有的，没有练啊，今天这两日还不舒服哦。再怎么练，就有一首歌，我就像我们会驻唱或干嘛，再怎么练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第一参加比赛第一集的第一首，其实我就被看到了，我很幸运。第一首礼拜六比，然后隔一个礼拜天播，我从那时候开始出去都可以吃很多免费的东西。所以我还没有知名度哎。是哪一首？我可以为你当时，我第一集就被看到了。是哦。对啊，那时候我其实我有点就观众就记住你了。对，所以到现在我练新的也没有用，因为大家都要听那一首。懂了。怎么样？每次只要驻唱或干嘛，不管去哪一家，我就说待会大家可以点歌，然后歌单通通上来，大概5张里面有4张我可以为你当4。代表作。那就当4次。然后还有人说你可以唱你的歌啊，我说哪一首，我可以为你当4。来唱一下，文心看看明娟最近有没有进步，有没有偷练？爱总是那么无奈，当时以为我找不到爱，后来我淌了一大堆浑水，才发觉原来我还有爱。我可以为你当4，你说要不要？我胸口烫的伤，我一人都来扛，没什么我不敢。我可以为你当4，你知不知道？我对爱的信仰是一辈子信仰，绝不会间断。就算牵不到你的手，我也无憾。只要让我祝福你一切不要。听你唱这首歌，好想干杯哦，你知道吗？就有那个，就很想有，好想干杯啦，真的。还有那个好有感觉。文心觉得他有进步吗？我觉得他的咬字有进步，因为一开始他虽然唱这个是夸奖人很不大方哦。没有啦，我对你那么好，不是咬字，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哦。有点难，因为这个歌还蛮多情绪在里面。没有，尤其是他，因为明娟她那时候开始我不太会卷舌。他的歌都唱的那感情都很充足，可是唯独被评审诟病的就是他的咬字。哦，对，所以很容易听成说我可以为你当10。他一开始唱是我可以为你当10，对，会不小心。可以为你当10，这个差很多哦。舞步跟大也是差很多哈。真的这首歌原唱是潘美辰的，就搞到现在大家完全觉得是你的歌，还蛮多人会觉得那就唱你的歌啊，我想要很开心要唱我的歌，不是是我可以为你当10这样。我们先请这个艾菲尔老师帮大家分析什么样星座的人可以靠嘴吃饭。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星座排行榜啊。那我们今天主要邀请的是歌手，但是我们的这个星座排行榜就是我们靠嘴巴吃饭啊，其实代表说我们透过言语来表达一个你的特殊专长，也许可以成为你的职业。那我们来看你的太阳以及上升星座，如果有上榜的朋友，特别可以靠口才这个部分来得到一个职业啊。第3名的部分是水瓶座的朋友，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来宾有太阳水瓶的明娟上榜啊。什么原因？告诉大家是一个激昂的演说，而且鼓动人心呢。那我们来看第2名上榜的是谁呢？太阳星座如果是这个朋友的话，天秤座的朋友啊，也能够靠嘴吃饭。什么原因？告诉大家能够有优美的歌声，而且抚慰人心啊。天秤座这个星座呢是非常特别的，它管有关于我们这个人世间最美的这个事物，也管跟规律有关的事情。音乐这个部分它特别跟这个乐理有关特别跟一些音乐的和谐度有关。所以如果说你是太阳或上升星座是天秤座的话你对于歌声的部分，其实你天生就有更高的领悟力，也有很好的一个演奏能力或者是表现能力那么你的歌声或是你的乐谱都能够抚慰人心。因此呢，天秤座的朋友也可以靠嘴吃饭。那第1名上榜的朋友是谁呢？太阳上升如果是双子座的朋友我们今天的文心有上榜双子座的朋友也可以靠嘴巴吃饭。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他唱作俱佳，而且这个是愉悦人心这个唱作俱佳其实就不只是嘴巴表现这个部分，甚至他还有演说的能力所以如果说你是双子座的朋友你不只是在推销商品的时候更能够去说服别人，甚至你有很好的表达能力，很好的表现能力那么这个能力呢可以发挥在你的职场当中，甚至在各行各业的表现上面都能够带有这个双子座特别的这个唱作俱佳的能力。所以呢，如果有上榜的风象星座的朋友都可以靠口来谋财。是，谢谢老师，谢谢老师。你们2位歌唱那么好，你们觉得是天生的还是后天练的？你们有从小参加很多老师的那个歌唱训练班吗？没有嘞。都是自己唱。我爸爸很喜欢唱歌，我爸爸很喜欢唱歌，然后他以前在军中是教军歌的，所以他从小就一直教我们唱军歌。很多。你是住在部落里吗？对啊。在山上部落里，然后对，在很深山的，那就是冬天都会有冰雹的那种深山然后你爸教你唱军歌，很冷的时候叫我跟我弟立正唱军歌。他是因为没有阿兵哥可以喊了，就喊。应该是这样，我爸就很喜欢叫我们2个学阿兵歌，因为他以前当兵教军歌，然后就很把那一套放在我跟我弟身上。你还记得军歌？看朵朵的白云，点点的流星，的天空。伞兵的歌，我爸是伞兵，好妙哦。对，我爸叫我们唱这个。但后来也才发现说自己原来唱歌，你的声音是可以是变成你的职业。但你们在唱歌之前也做过很多不同的工作，对不对？明娟做过什么？其实我都，我比较开始，20岁唱歌之后是，20岁。正式比较长的工作就是我从做夜市开始，我夜市大概做了6、7年有真的就一直在夜市，也是很精彩。那文心呢？我退伍的时候是去做餐厅的，就是王品西提那些对，服务业端盘吗？没有，厨房厨房所以你做过厨房的洗碗。还做过什么？还有做过就是刚才那个仓储管理，然后也有做过汽车的东西。什么？你是学汽车修护的，然后我做的汽车是组装厂。它是从无到有的一个那种就是生产线。你写港做组装，而且在港做台吧？组装不是的，不是台霸赌的啦，不是，就是真的是个牌子，然后你在里面把东西对，然后它的组装厂是在屏东，所以难怪黄妈妈会，她就很担心，觉得你对呀，还是好好固定找份工作，她可能我做了1年多，她觉得刚开始要稳定，她觉得还好稳定，然后我就又要换，想换了，然后我曾经因为换工作，然后我妈不开心，然后我就是出去找工作，可是出去找工作也不知道怎么找，然后就是睡公园这样，然后时间就是早上可能8、9点，我妈说你赶快去找工作，然后去找了之后，然后也不知道找什么，
反正就交差嘛，去外面睡公园。在哪里？在屏东的时候。在屏东的时候，然后睡公园，就把时间混过去。对，那时候是从餐厅回来的时候，餐厅回来的时候，因为我妈觉得王品这个事业集团其实是蛮大的一个集团，对，而且福利又很好，她觉得你为什么要把它辞掉？而且她刚我在辞的时候，我是突然说妈，我不想做了，然后我妈就说哦，看你的意思啊。结果我就是我的那个一些行李把它整理好，然后我记得我跟他讲这件事情是中午的时候，然后后来他到下午3点多的打给我说，文心，我觉得你要继续做，说啊，我已经在车上了，我已经坐到台南了，你知道吗？他说什么？你真的就是辞掉，你不工作要回来了？说对啊，你不是说随便我吗？他说他就非常的抓狂，回来我就被念了一路。隔天他说我在睡觉嘛，然后我妈早上9点10点，我妈那时候就马上变了一个人，她就把我棉被掀开，你搞起来，你给我起来。我说干嘛啊？我说你给我起来，你给我出去找工作。对，因为你知道，明明你就还没睡醒，所以就对，他就以前对以前都公园睡。对，然后我就想说好，让我去找工作，然后我就骑摩托车去找工作，但也不知道找什么，我只能先应付他，都是我记得好几个礼拜都睡公园，然后大概下午3、4点就从高雄骑回家的。骑到高雄，然后早上9点他妈把他叫起来，顶多9点半就出门，然后就找个公园睡，睡到下午3点多再回家。对啊，就趴在摩托车上，或者是旁边有那个板凳。那时候社会局没有想要介入吗？没有，因为需要安置之类的。哇，你心好吗？你真的，那时候我也是觉得，现在回想起来是觉得让妈妈跟爸爸担心呐。对啊。可是那时候就会觉得说，这不是我的兴趣，为什么一直要叫我继续撑下去？但就在人生很迷惘、很彷徨的时候，对，听说这个时候信仰上就帮了你很大的忙。是真的。拜上面。我拜。你是在公园梦到哪一尊神？没有，那是上来台北工作，然后工作已经这时候跟弟弟住一起了是吗？对，然后我记得在中华开发附近那边，现在我忘了在哪里了。然后那天刚好是问的神明是济公师傅，然后也是排很久，因为我也不知道要预约，我也因为第一次去，也第一次问这个东西，以前都从来不会。那他问到我的时候，他就说：“哇，你快30岁了，你不知道自己要干嘛，对不对？”都对啊，28岁快30。他说：“你要不要？”他说：“好了，那我就介绍你去一个庙拜拜。”奇怪，正常不是都会在那边处理事情吗？他说：“我介绍你去行天宫，但是呢，你要去三峡那一间，不是去民权路那一间，不是民权东路。”我说：“对啊，因为一开始我会说哦，行天宫我知道就在民权东路上啊。”他说：“没有，不是那一间，是那个三峡白鸡半山腰那一间。”他的分工。可是我这个人，我觉得我个性可能也蛮叛逆的，就是后来我也觉得说，他说一定要回来禀报他，跟他讲，可是我也没有回去讲。你是忘了还是你觉得？我就觉得。应该他都答应了，应该不需要再回去，就一直来这边拜拜就好了。恩主公都已经答应收你的义子了。你这人真正给你大猪大姨哈。是谁啊？对，而且当初的那个救命恩人那间庙，他也忘了，他也忘记在哪里。中华开发，观众朋友，不是去中华开发门哦，马上不对哦。附近的一个菜市场啊，其实应该是这样。然后后来我就参加超偶，然后参加超偶很奇怪，因为礼拜5是礼拜6录影嘛，那我那时候参加超偶，礼拜6录影录完了之后，我隔天礼拜日我都会回去三峡白鸡行天宫拜拜，那我都会跟他讲说啊，发生什么事，希望可以让我下礼拜顺利过关，或者是希望他能够让我可能这礼拜哪个老师对我觉得有什么意见，希望他下个礼拜对我的印象会更好。果真就真的是你们评审里面哪一个评审一直都对你有意见？哪个哦？要讲出来吗？可以啊，都这么多年了。胡伦老师吧？没有那林龙选啊，也不是对我有意见，他可能就是我说
超好他没有所谓的什么内定，就是每个老师有他喜欢的这个，而且有时候老师的指导是希望你更好。对，那就是你看文珠光拜托，林龙选哦，大家都搞他点，一点搞他点，我在起来点，可是龙选老师这个我就没讲了。哦，我只因为有5位老师嘛，我觉得只要3位以上就 OK 了，这样，就应该都就是平均都会过了。那所以可能林龙雪老师我就没有跟恩主公讲，所以他才对我一直有意见，对，所以我才第2名这样。哇，不能讲，你长大了呢啊！哦，你会这样讲，就是说你在拜的时候有发现，其实张云京在远处已经拜成这样。没有了，后来我当然就是接触宗教之后，就是陆续也有去信奉一些神明这样。那我觉得我是真的跟宗教做连结了之后，有去信仰这个宗教，我觉得我的人生才变顺了。不然我觉得我28岁之前懵懵标标，就是做什么都不顺，然后真的懵懵标标，然后可能做什么事情就一开始都有好的起头，可是中间就无疾而终这样，就觉得奇怪，怎么这其实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其实我也都做到，可是为什么后来的结果都没有结果，就一直很不顺。所以你自己真的觉得跟你的拜拜有关系？有关系，我觉得整个有开智慧的吗？你觉得很明显？我说真的很明显很明显，真的很明显，一直到现在这样。那你现在有开始在做什么功课了吗？功课就是我现在有在一间公庙就是担任服务人员这样。对。你在公庙担任服务人员？真的假的？真的。一起斗桃还是？没有，就是去那边有空的时候就去，就当义工啦，公务人员当义工这样。对，真的哦。对，然后我家就是也有信奉神明这样，也有供事神明，就是三太子。OK， 蛮好的。好，来尤夫老师，我们先来分析哪些生肖命格的人哦，很容易感应到这个神明的旨意。是，再下去是属羊的，他是要民国56年的6月。就是丁未年、丁未月，刚刚好都会这样子，完全相同。要跟神感应，要怎么感通呢？一般来讲，就是拜拜就是一种感应的方式嘛。是。刚刚讲的抽签、卜卦也是啦，或者科仪啦，或者祈祷啦，这些都是一种感应的方式。他这种是人家叫他去，他是一种服务，神明收义子，也算是一种啊，因为他跟神的感应会比较强嘛。他真的是原来懵懵标标说。拜完之后，整个这样开智慧。对，我刚才一直观察到，他天窗很开啦。啊，通常天窗开大概天窗就是你，因为你额头遮住，你应该把额头拿起来。看了额头拿起来很帅呀，为什么要盖这么多？我觉得你如果真的要找工作再顺畅，应该额头不要再遮住了。男人额头遮住，然后看头看边你差好多，你知道？你整个拉开，感觉上脸都开了。我今天本来想用露额头的，可是很多人都说我弄额头比较老气。除非你要当艺术家啦，或者说继续不要不求发展。不然是我也是真的，老师我是真的蛮喜欢把额头露出来。应该露出来，你应该露出来。是应该要露出来。你要起来，工作真的顺畅。那贵人要提拔你，比较容易看到你要提拔。不需要绕那么大圈。不是提拔是吗？对，从那看到你看他额头天窗的部位蛮开朗的，所以这个时候本身他就感应就比较强。好，不过我现在再讲一下，就是我们人要跟神去感应的话呢。在上清派里面，他特别提到个泥丸泥丸呢，就是说我们人的头顶，那个不是这意思。我们人的头顶是百会穴嘛，百会穴呢直接可以跟神明通啊，举头三尺有神明啊。泥丸就是百会穴的下面，其实就是大脑了，大脑的中心就是叫泥丸这个东西。没有，那时候是在。大概我在20出的时候，我在万华夜市，那时候万华夜市超热闹。你从台东到台北来，就直接第一个工作就是摆地摊？没有，我读书的时候就在台北了，然后那时候就是打工，像什么 7啊那些打工，就是有的时候是作业员那种，因为工读生都会这样子做。直到20岁读完书之后，我就进夜市上班，因为那时候单纯只是钱很多。夜市上班？就是工作啊，每天都在摆摊。摆摊你卖什么？卖男装。摆摊卖男装？对啊，反正那时候就只是单纯的觉得1个月做夜市可以到4-5万块，我觉得那时候我很爱赚钱。
对，我只是单纯觉得钱很多，就一直做，就做蛮久了，6、7年有。那是自己当老板吧？不是。哦，也是要上班。也是要上班啊，那时候有业绩啊。可是我觉得我不是那种不好看说啊这不好，我不会硬推销。我是那种如果客人说这样穿帅吗？我说太大不好看。有一次被我们老板娘打头，说他明明很喜欢这件，你还说不适合，我就回我们老板娘说就真的不适合啊。这老板娘客人会觉得，可是反而这样我有我的主客源。对，他们就什么都，因为男生买衣服都自己来买，都没有人帮他出意见，所以他们会觉得我的意见很好。那你后来为什么那又换工作去做干地？对呀，因为那时候大家下了班认识的全部都是整条夜市的，下了班不是打麻将就是唱歌就是喝酒。哇，做夜市工作这么热闹哦！因为你下了班你每个月4、5万，你有存到钱吗？有啊，还是有存到钱。那挺乖的。对啊，那时候就只是因为一下班每个人2、3点不是都是大家要么去唱歌喝酒，要么打保龄球，要么打牌。然后这种生活过下来，有一天我觉得好累哦，就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觉得我这样要做多久？因为我已经从20岁做到27岁，我要做多久？我那时候也是打开报纸，我说因为做夜市都是下午6点出摊，对，然后出完摊下班就2、3点，我都没有看到太阳。可是我以前非常喜欢运动。自从做了夜市都没有，就没有往户外走。我应该找个有太阳的，我就只是想，我打开之前我说我要告诉，因为太多了，我打开之前我告诉自己说我要做什么工作，然后我的唯一条件是我要有看到太阳，然后打开赶地，超多太阳，每天4、5点起床。你这打开，你前面先许愿要有阳光的，一打开就干地，2篇赶地这样。我就说好像也不错，我就进去去应征这样。你真的你要从对都是夜生活的换到早上4、5点起床，很吃力吧？刚开始可是我觉得因为赶地真的很累。而且你懂吗？其实那个还蛮专业的。就是前1、2个月都是跟着前辈学赶地前辈学，要学很多，学风向，现在测速几分，然后。客人怎么打球？现在你要打90度，让球可以这样左旋转、右旋转，要指导怎么炒，对，顺炒、逆炒、下坡、顺坡都要告诉他们啊，力道打多大都要这个都要学，大概3、4个月吧，就跟在旧赶地旁边慢慢看、慢慢学这样。请问你有过给的指导是失准的吗？当然有啊，我们又不是很厉害，一定会有。拜托，那我相信来打球的都是大老板、企业家。我很夸张，我看到那个企业家2代这样赌，我们爬到最高顶的时候，现在不是很大停车场吗？他就说，你再报错，我那台保时捷就没了。我超紧张的，你知道吗？因为他们再报错，我的保时捷就没了，压力超大的。然后我就觉得怎么办？后来他就说跟你开玩笑的，但是你要报对。我说什么呢？然后压力很大。对，后来就他真的输了啊，那他朋友就把他车开回去。然后后来再遇到他说我上次又赢回来了，他们就是用那种不知道他们就赌得很大，反正就是这次几个朋友一起玩，反正就赌来赌去，其实是车子开来借来借去吧，只是用赌当时的心情去，是压力很大。哇，那真的你的那生活环境很好啊，就都在草原上。对，还不错。其实我很喜欢赶地这个工作。我们有时候在电影上或者网络上看到人家打球打一打，会有什么小白兔跑过去啊，野生动物跑过去啊，有球被鸟叼走啊，有蛇，有看到蛇，然后还有什么意思？你球滚到洞里面，然后蛇把球不是蛇会就是当客人要上国岭的时候，蛇就从国岭这样钻出来，然后我们全部都看在那里，然后就没有人敢上去，然后客人就快点去把它赶走啊！然后就要拿客人的杆子把蛇赶走这样。你觉得因为我没有打高尔夫球，所以我问一个很外行的。好，就说你们这样跟，然后他球一杆挥出去，飞到那么远，都已经小到一个快看不清楚。但我们看得到，我们还可以他落下来，可是那一区有那么多颗球，你怎么能够确定说这位先生的球就是那一颗，还是你们就没有？对，就这一颗是你的。因为每一个人都一定要不一样的球，4个人打球出来拿出4颗球，一定要不一样的。好，就算同一个牌子上面有号码，有记号1、2、3、4，球就是1、2、3、4，然后你们自己要去记你是几号，你是几号，你是几号。当走近的时候，你看到最近，你说4号黄文新先生，你的球在这里，然后就要告诉他这里有120码，然后下面是下坡，所以你只要打100码，然后让他顺势滑多少
然后马上判断这样，马上判断，对啊，你要因为它其实我们有种一些小树让杆弟去背那个码数哦，然后你就这样对着那个标记就对，哇，好专业哦。那有没有看到很多大老板会带女明星去打球？你有看过哪些女明星去打球？我看过带老婆的，我看过，是吗？只有带老婆哦，就每一趟带的大嫂都不一样这样子。我没有啊，我现在出社会很久了。哎，不错，有进步哦。好，来，我们先来请教冠宇老师哦，能够教给我们一个在工作上能够心想事成的一个秘法。所以第一个从正南位置贴一个圣字，第二个要做什么？在你的书桌抽屉里面贴一个圣字。这一个圣字不要小看它，你这个时候你就要起心动念，我今天想要得到第一名。我今天一定要当得名，这个光芒，当你去跟老板谈的时候，这个手掌心里握住的时候，你跟他谈，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掌控好。掌控好之后，你跟老板在对谈，在 interview 的时候，好好玩。来两位哦，明娟跟黄文兴，你们比赛之后，你们两个被公司组成一对明星双人组啊？对，而且我们走宣传的方式还蛮特别的，就是到。全台湾的世界各地的夜市，全台湾，对啊，全台湾啊，对，夜市走唱这样，然后有搭那个舞台车。夜市要自己卖吗？不用啊，对啊，卖完要签名，自己卖自己签名，就是会有一个主持人，然后帮我们说，然后我们当然我们自己要。因为当时的节目很红，我相信你们到夜市应该是很受欢迎的吧？其实那时候超级偶像的那个还在比赛，可是。第一届的光环热度已经没有，因为我们出片已经是比赛完2-3年后的事。对，隔这么久啊？对，所以你们宣传没什么经费，就是你们两个人还要住同一间哦。没有，那时候他超可爱的，因为那时候黄文兴在出片的时候，公司要他练得很壮，然后他就有很多男生会偷摸他的身体，他不习惯。然后有一次呢，我们公司有个宣传，我们就在安排说住宿，那公司就会说啊，你跟谁睡，他就说我不。然后我就说为什么？他说叫不叫我跟你捆？后啊，他后来就把我们俩就一直在宣传的时候都睡在一起，同一间。然后他真的很坏，因为我们的歌迷都会追随我，就跟我们，然后有的时候住在同一间饭店。他每天因为他的老师会逼他运动，要检查他身体有没有继续结实下去，这样他每天在饭店我说你小声一点，我们外面都是歌迷耶。想说我江明轩怎么了？我一世英名。然后那边，我说你看谁先我说我要出去，我不要坐在这里。不得了了。来，艾菲尔老师，我们就来看看什么样星座组合的人可以变成好妈鸡。看到第二组合的朋友，太阳上升如果是这一群的话，也是能够成为朋友圈的好妈鸡，就是巨蟹座配上天秤座。什么原因呢？告诉大家，这个组合呢是属于分忧解惑。互相支持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巨蟹座其实比较容易敏感，比较容易焦虑哦。对任何事情呢，比较容易会有一些担心的状况。那么他当有一些遇到一些事情，遇到内心不能够解惑的时候，他们就会去向天秤座来去请教。那天秤座的人呢，他们做任何事情喜欢有人陪伴。那刚好在巨蟹座这个部分呢，可以弥补天秤座没有人陪的一个特质。所以如果天秤座他一直都没有人陪，也一直打电话给我们真的很烦。但是巨蟹座还是愿意去支持的，因为巨蟹座有一个母爱的特质啊，所以呢这个组合呢就是分忧解惑了啊，所以呢而且是互相支持啦。好，所以呢这个组合也能够长长久久。来看第一组的朋友呢，太阳上升如果是这个组合的话，双子座配上双鱼座的组合也是能够互相来支持的。双子配双鱼，是的，什么原因？告诉大家啊，来，他们是节奏好不大，默契十足，而且欢乐搞笑啊。对，好妈吉的一个朋友，其实生活当中就要很多的乐趣，很多的一些幽默感啊。特别是这个双子座配上双鱼座，两个都有带双字头的哦，他们内心里面其实有很多的面向啊。那么这样的一个组合，其实能够擦出很多欢乐的火花。比如说双子座有很多奇异的想法，需要有人跟随的时候，双鱼座疯疯癫癫的，刚好就支持他。那么双鱼座有很多浪漫的幻想，需要有人陪伴跟分享的时候，双子座在这个部分也可以弥补没有人愿意跟他搞笑的一个特质哦。那么演艺圈里面刚好也有这样的一个组合，号角响起就是这样的一个配对哦。所以呢，默契十足，
欢乐搞笑。嘿，来，接下来你们所以入行，虽然出道到现在也7、8年了，8、9年哦，8、9年。说明娟，你刚开始当歌手之后工作还很多，可是后来慢慢渐渐的工作就很不稳定了。因为那时候第一届其实最受欢迎的就是我跟张允京。然后我们2个那时候是最受欢迎的，真的。那时候所以一开始比完，我的工作真的很多，因为我还是3方约，但是我这样分下来1个月都10来万都有。收入都还有10来万。对，那时候3方约，对啊，所以我们那时候刚比完的时候是我们真的比较好，那他就真的比较辛苦，那时候对比较辛苦一点。他就等第2届、第3届、第4届慢慢出来的时候，我们又都是同公司，经纪人就是同一个，那就变以前。一个工作可能只要分给2、3个人，但是现在是一个工作20、30个人都一起看他要谁，变成人家的选择变多了，每个人其实都要比较新的嘛。你后来没有唱歌工作的时候怎么办？我那时其实我很会找钱赚，就是我的乐趣是赚钱，所以我没有想过说不要什么东西不要去做。其实我做很多像。但问题是说，你已经从一个家喻户晓的歌手，再回到现实生活中，开始要重新找工作，那个心境上的落差，不会让你觉得好辛苦很难？不会，其实我也觉得很多人这样问我，但我觉得我觉得还好。就像我跟我弟去修冷气，我弟是做冷气的，对我弟缺助手，刚好有阵子我爸出车祸，然后我就去帮他做助手这样，可是。虽然很辛苦，就是唱军歌那位爸爸。对，虽然很辛苦，可是我不会觉得很奇怪。然后有的时候像做冷气啊，有一些妈妈什么的，就会叫我们就是装了冷气，叫我在上面签名，说我要告诉大家是江美娟帮我装了冷气。其实还蛮开心的啊。我不会，我觉得唱歌很好赚，可是我从来也没有觉得。其他的很辛苦，很好，很好，对，这个观念好棒哦。我会在工作之余，虽然有的时候觉得好累可是领到钱的那种感觉，然后可以存在存款里的感觉很爽。你是很喜欢看存款簿的数字一直增加的人。对，就像我中间会做对我还当过，就是像现在没有工作，因为那时候都是工作其实不稳定，我还去帮艺人开车，帮艺人开车，对，谁啊？汪东城。之类的，然后因为我们以前认识很多宣传助理，他们很需要开车送机场，是，对，还有朋友去机场都可以打给我。那时候 Uber 还没开始，我已经开始了，对，我已经私底下说，我缺，然后我都可以去载，然后凌晨半夜都这样，我都会去载，我很会找钱赚。凌晨半夜你都愿意接？我都愿意接。你载一趟机场多少钱？就按照现在的，下次打给我，我再告诉你。这样跟别人抢生意不好，我会算你便宜一点的。好可爱哦。对啊，也有去应征什么咖啡厅什么，因为我将来想做猫中途咖啡，所以想要去做。可是猫什么咖啡？猫中途，我很喜欢动物。猫的中途之家，对，猫的中途，我很喜欢。就是流浪猫，一直到它被领养走。对，但是你中途多少只？没有，现在我们家7只，对，中途，但是都舍不得送出去，就很怕它被欺负啊。那时候然后你想要开猫中途，所以就去学咖啡。可是那时候去应征，我第一次觉得很挫的是，你都没有给我机会，你就说我不会做太久，然后说你吃得了苦吗？就是你让我觉得你连一开始都没有给我，对方认出来是你是吗？对，那让我很难过。对，后来我就自己开早餐店。现在开早餐店，我自己现在还有吗？我上9月初开了一家，也是主题早餐，但是我用推广流浪，然后会在店里举办一些讲座，都跟流浪动物有关。然后我们是自己开。卖早餐就卖早餐好了，你还弄那么多讲座？可是因为我就觉得你工作要找一个你自己想要做下去，你不会中途不想做，不想只为了钱然后继续做下去，你只是想要有一个可以支撑我一直在这个地方的一个能量。那我觉得我很喜欢猫。你开在哪里？开在文山区木栅。多大一家早餐店？大概有50平吧。很大，40个位置是别人。有那么多人吃早餐需要做40？我们有排队的嘞，很棒嘞。你几个员工？我，平常6个，假日有9个。哇，规模很大。这么大的早餐店啊！
你那个就是 brunch， 就是早午餐都有吗？我单纯吃早餐。那到几点啊？我到1点而已。我都可以配一只猫在旁边陪我就对了。没有，因为我们有想过要不要有一只猫，有想过，可是我发现。如果我今天只把猫放在这里，来的人绝对都只是爱猫爱动物的。可是我要宣导的是不爱猫不爱动物的人，告诉他们说，其实流浪猫对你没有伤害，你不用去欺负它。然后也能，因为我们现在都会喂流浪猫在路边，可是很多人不喜欢就会骂我们。可是其实我们是在帮你们解决未来的问题。真的。对，因为他们如果不结扎，不带他们看医生，一只流浪猫的寿命顶多2、3年。前一阵抓到那个台大的那个学生，你有冲到前面去扁他吗？没有没有，我们要用理性，要用关爱的那个来去。我觉得明娟的正能量好强哦。对啊。然后我只是想说做早餐店，然后人家等餐的1、2分钟，我们都会有小小的提醒的那个卡片或什么的，或是菜上面写。算是一间蛮啰嗦的早餐店。对呀，交代的事情也太多了，老板。可不可以我的整位上面是快点上？没有，可是我很开心的是，好不好？没有，可是我们附近的社区真的会有人因为猫，我很开心的是有人因为猫的问题会来问你，然后你还可以帮忙其他猫结扎这样子，这些都。老板，你有豆浆吗？我等很久了。不会，我们客人都很好的。金头设计有爱心的头给。那文心是不一样了，现在越来越顺了。还不错啦。哎呦，还买房子买车，真好哎。因为他除了歌唱的好，他戏也演的挺好。是，最近在拍戏。最近就是拍公视的，就是有接学生剧展的。那因为学生剧展的戏，它的天数时间都比较短。那因为有小 baby 嘛，主要可以在家长时间照顾，跟我老婆一起照顾小 baby 这样。有媒体报道说你刚开始赚不到钱的时候会骂老婆、骂小孩，是不是？没有啦，那时候还没有小孩，那时候还没有小孩。对，那对老婆动手吗？不会啦。没有啦，也不是骂，就是可能一开始就是出道第1年到第3年啊，就是不是很稳定。对，那时候就是可能会因为钱，然后就跟他就是吵架这样，就口气比较不好。只是有一次我记得他生日吧，生日的前一天，然后他就打给我，刚好那一天通告比较早结束，大概4、5点，然后他就说，你要回来？我说我要回来。他说那你明天有放假吗？然后我说明天没有。他说可是明天是我生日。然后就是觉得说一直都不知道在忙什么，可是他又不会抱怨，然后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就哽咽了。我说没有办法的事，这句话他就马上流眼泪，就是哽咽说，那到什么时候你才可以就是有时间陪我？因为像我们几乎都是同一个时间出去，同一个时间回来，那相处的时间都只有3、4个小时，甚至2、3个小时。洗完澡然后吃完东西就睡觉。所以那时候一阵子，好像我记得快1年的时间，基本上都没什么讲到话。对，那其实我也觉得很对他很愧疚，我就觉得说，我想要一直去突破，想要一直让生活更好，可是一直就没有办法。其实后来我才知道，他心理压力其实很大，因为有一次我记得好像跟他朋友出去唱 KTV， 然后他可能有喝了一些酒，然后他就突然在那边大哭，然后我就问他同事说怎么了，他说压力很大这样，然后后来我才知道说真的自己是不是该检讨一下这样。对啊，就是他一直在身边陪伴我，那可是我却没有办法给他一个好的生活、稳定的生活，那我是不是有哪里很不足，还是说怎样？那可是每当我想放弃的时候，他总是会给我很多正面的能量，让我继续走下去这样。那一直到第4年，我记得我发片是第3年，然后第4年我拿到金曲奖，然后加上那时候我又拍了一部华视的戏，然后那时候戏的评价也不错，然后才慢慢一直就是有了一些存款，有一些收入这样，然后加上第4年那边。加上跟那个就是我们跟明娟一样有三方约嘛，然后后面已经就没有，剩2方，才慢慢开始存钱，然后买房子这样。
对，因为我觉得我在演艺圈还蛮多贵人的啦，我觉得我还比他顺。你顺就好了，你干嘛讲人家不顺？哎，你前面讲这个，我还想要补充说，你应该打个电话给明娟说，你那边赶地有没有缺人？你搞这饼有点不好。对啊，明娟。好的，来，我先来请教尤卜老师哦，我们来做一个测字的占卜，我们来在未来1个月我在哪一方面的选择是最正确的哈？好，我们今天唱歌就要唱到变成超级明星哦，像现在就是超级明星喽。我们就用4个字当字面，请用这4个字选一个字来测看看，未来1个月你在哪方面的运势的方面的选择是最正确的。好，请贵宾还有观众朋友，请你一起来测喽。明娟，明，这是你的名了。对啊，这第一个直觉。好，老师。哎，对不起，你文心一个选明，一个选，我就选我的名字的姓，我们都选名字。明娟就选明，文心就选心。好，下面我们看一下星。星就是星，就文心。好，观众朋友也是选星的话，答案是早起运动，健康来吃早餐呐，很好，每天早起吃早餐。难怪这阵子很晚，所以健康方面的选择最正确，90分。你看，要早起，然后去文山区吃早餐，是吧？我还以为老师你这次要猜日生财嘞。早起吃早餐也不错啊。好，下面明就是明轩选的。好，观众朋友也是选明的话，答案是日夜打拼，事业盟主，是工作方面的选择最正确，80分。好，再去呢，这个超是静纯跟艾菲尔老师选的，还有观众朋友也是这个超的话，答案是招财进入，越来越发，钱财方面的选择100分。哇，恭喜哦，谢谢老师。哎，同时也祝福2位哦，未来在事业上面一切都能够很顺利哦，继续加油哦。好，来，也感谢您的收看，别忘了下次同一时间请准收看《命运好玩》，拜拜。大家好，我是 Amanda， 我们来看11月17号星期四的星座运势。